为期2天的第36轮欧盟中国人权对话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就人权、残疾人问题和妇女权益进行了讨论。会议还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的政治教育培训中心提到了会议议程上，并表示维吾尔人实际情况非常令人担忧。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日益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已经准备好对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规模几乎相当于美国去年接收的中国进口产品。加沙地带武装组织和以色列政府达成停火协议，双方同意在加沙地带停火。哈马斯发言人表示，在埃及和联合国促成下，同意回到之前的冷静状态。以色列政府暂时未有回应。以色列之前向加沙地带军用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了4人死亡。联邦安全局调查俄罗斯向西方情报机构泄露超声速导弹信息的事件。经初步调查，泄露事件直接关系到俄罗斯火箭和航天器科学中心的10名员工。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制定了一项新规定，专为监狱中的服刑人员按照个人实际情况启动了系统性培训计划，以便在释放后自食其力，适应当今社会。此项规定已在2018年开始，至2022年落实到每个监狱服刑人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空中大白鲸是一架大型运输机，在结束4小时11分钟的试飞后，成功降落在法国。它以金鱼般的笑脸和明亮的蓝眼睛设计迎接蓝天。接下来将在未来10个月内进行600小时试飞的各种测试，预计2019年投入使用。这架飞机比现有的白鲸飞机身长6米，宽1米，运输能力提高了30%。